这个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你给我起来！我朝圣上乃真龙天子，尔等是何处妖孽呀？竟敢如此大胆放肆！老天会惩罚你们的，会惩罚你们的，会惩罚你们的！老天爷呀！老天爷呀，快来惩罚这些妖孽吧！老天爷呀！顾小姐，你怎么了？顾小姐，顾小姐，看顾大会。这阁下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老天有眼呐！你们这些遭报应了，遭报应了！老天爷呀，遭报应了！元帅阁下，李鸿章求见。不见。阁下，不可不见。我们不是正等他向我们靠拢吗？那好，让他进来，在对面房间等候。他不进来。嗯？难道还要我去接他吗？那倒不是，他请阁下出去谈。他，那就让他在外面等着吧。不，中堂大人可冷落不得。我听说美国驻华公使瑞克尔、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伊和法国驻华公使鲍威尔都已经在跟他们和谈了。如果他们要是谈妥了，尤其是那个美国公使，他可是个中国通，他已经在大叫门户开放。要是你冷落了李中堂大人，那岂不是让别人跟他热乎吗？阁下，傅小姐说的不无道理。美国人比俄国人更可怕。听说瑞克尔作为第一助理国务卿，他刚一出使中国，就会见了庆亲王，还专门去武汉会见了刘坤第一和张之洞，到处张扬美国的友好精神。来，李鸿章先生吗？
幸会幸会。鸿章奉太后旨意，就联军退兵问题特来打扰。谢谢你的光临。联军并不想永久地驻扎在中国，我们也不想使中国的领土变成被别人切开的西瓜。这点阁下倒是与各国公使看法一致。中国虽未中兴，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征服的。哦，那老太后用什么使联军退兵呢？太后旨谕，量中华之国力，皆与国之欢心。她说什么？他说，凭着中国的地大物博，会让列国高兴的。不，鸿章的理解，太后的意思是中国之泱泱，求列国之和睦。好，请先生进去谈，请。此乃宜銮殿，是太后的寝宫。鸿章身为重臣，岂能擅进？倘若我擅自占据了贵国魏亮20的内宫，阁下能与某同救吗？那我们应该在哪儿谈？鸿章已在西城荣县胡同的四川会馆为阁下安排了联军统帅府，那里门庭敞亮，宅院幽深，可称中国之上房，并为阁下安排了中国的高厨，以保阁下像贵客那样享受静养和休闲。列国公使一致赞同鸿章之举，都在等候阁下签旨，好共议和谈。看来李先生一直在各国公使之间游说。鸿章并未游说，只是因为各国公使深知鸿章力举洋务，照顾到各国利益，纷纷赏脸罢了。请阁下认真三思。鸿章告辞，在四川会馆静候相迎。再见。此次